西周青农有爱赞，西周青农有爱赞。2019提拔你这个活动一个阶段结束后咱的青农真正做爱心的应该提刚咱收的嘞3万多块的那个收入全额捐赠给我们启智那个学校让他们来照顾这些孩子之外呢，能够做更好的充备的设备做整理所以讲会使讲咱这青农就会使讲是上该好食的有机蔬菜跟无毒的蔬菜当天义卖之后来做捐赠所以讲互咱的所有的乡亲甲全国好朋友会当食到这个有机跟无毒的这些蔬菜所以讲希望讲咱全国好朋友会当甲阮的青农好好的支持青农为也不落人后但因所种造的、所生产的一寡良质的农产品做到一个义卖把它所有的所得捐给我们西周慈善公益的团体咱伫遮咱对咱社会各界感谢咱这个是青农遮他们所受的付出伫遮咱来做一个天国。要特别爱去感谢咱的农会因为阮溪州青农就是有农会甲阮辅导这阮的今仔日。农会每年办产业文化的活动，一定拢会留单位，互阮来做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嘛要来感谢咱所有的青农咱所有的溪州的青农拢非常有爱心，把家己所种植这优质的农产品摕出来做义卖，来甲咱溪州这个圣地幼稚园来斗相共因为咱圣地启智中心即嘛真需要真需要资金来起新的厅舍，伫遮嘛要呼吁社会各界爱心大家同齐来做，来甲咱溪州圣地启智中心斗相共，互因新的厅舍会使早一天来完成。感谢。他们有新的方法来种植咱的农产品应该做有爱心的这个因为我们的圣智启智学校我们之前有去看过它的那个场地现在已经不敷使用，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场所，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聚集更多的爱心，让我们这些小朋友有一个比较大的场所来让老师可以来帮助他们，协助他们，让他们可以过跟我们一样比较正常的生活。是来自西周青农、西周农会或是西周乡公所，甚至是立凤立委候选人，还有谢典礼议长，还有前立委我们郑汝芬前立委，对我们中心持续不断的照顾，我们真的很幸福，在西周这个好地方，一个幸福的乡镇，让我们的孩子还有家庭在这边成长，然后在这边能够平安的茁壮。那我们孩子呢，他们一直在长大，所以他们的体型还有我们未来需要接受服务的孩子也陆续的增加。那我们目前的空间真的不敷使用，我们需要有更大的空间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也让家长能够更安心，也能够减轻社会的一些照顾跟压力的负担，或是社会中真的或许有可能发生的不幸事件。那希望借由大家的宣传，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真的来陪伴他们走人生这一段路。我相信在我们背后这么多大家有爱心的支持之下，我相信这些孩子跟家庭会更有力量。